星期四，美國喬治城大學同北京八一隊喺北京五火松體育館進行嘅籃球友誼賽，演變成咗一場群毆事件。據美國之音報道，喺呢場比賽嘅第四節只剩9分半鐘嘅時候，喬治城大學隊教練湯姆森帶球員走出球場，返入更衣室。從華盛頓郵報刊登嘅照片顯示，一名美國球員跌低，試圖站起嚟嘅時候，3名中國球員同一名冇着球衣嘅中國人喺度踢呢位美國球員。從 YouTube 網站嘅一段視頻嚟睇，現場一片混亂，有觀眾向美國球員投擲水樽。中國郵報報道話，喺兩隊比賽非常激烈嘅時候，一個身份不明嘅人將一張凳掟向一名美國球員，引發互毆。報道引用目擊者嘅講話，過程中警方冇阻止衝突，導致咗混亂。湯姆森教練已經發表聲明，話兩隊比賽發揮非常有競爭性嘅水平，但係對發生嘅混亂感到真誠嘅遺憾。喺比賽開始之前，正在北京訪問嘅美國副總統拜登曾經同新上任嘅駐華大使駱家輝到現場觀戰，但係拜登只係睇咗上半場就離開咗。新唐人記者任浩綜合報道。